平安。我想最近有一些很夯的名词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上个月有一些人要考高中或考大学，然后就填志愿的这样子的问题嘛。那大学的科系，好，我要问一下有读过大学的榜首的科系是哪一个？哪一个系？医学、法律啊？台大医学？什么？医学吗？法律？应该是最夯的，不是，它是电机系啊。就是一般，就是电机系，其实它一直以来都是它算是比较就是大家都会争取榜首。可是呢，那则新闻是说，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已经有一个科系取代了电机系，再猜一下。资工资讯系已经今年首先取代了电机系。然后呢，那个记者就说，这个电机系呢，从此进入了一个死亡交叉。死亡交叉又是一个财经的名词。有对于股票有一些了解，就知道，股票这个市值它有一个均线，可是当它的市值落到这个均线平均线下面的时候呢，就进入一个死亡交叉。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口在去年我们的人口也进入一个死亡交叉，就是死亡率已经高于出生率了。死亡的人多于出生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社会人口也进入一个死亡交叉。那信仰的死亡交叉怎么看？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的灵命有时候会起起伏伏嘛，起起伏伏，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均线，我们也会有一个均线，只是每个人的均线可能不一样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个均线，那这个均线呢越高是越好。好，那但是在起起落落、高山低谷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到这个所谓的死亡交叉里，也就是会掉到均线以下。那最近有一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掉到这个信仰的均线底下，比如说最近很夯的话题，来3个字，干妈啊？干妈妹，威力彩。很多3个字啊，大家是就是振兴券嘛，3个字。你们小看这个，可能会让有些人的信仰会跌到死亡交叉大家会去比较嘛。哇，你在这家店，哇，这个折扣比较好，这个优惠更好。或者说就是之前都是会鼓励大家去绑什么信用卡就是那种，就是不是实体的。可是呢，这样就有人就去弄实体的，后来发现实体的比较好，因为实体的会有很多优惠，那各个店家的优惠又不一样，所以这会造成很多人因此焦虑然后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呢，就觉得怎样，整个心整天就被那个搞得心情很不好这样。然后最近我也在那个篮球群组，我们建成篮球队有看到一个名词叫做包牌员工。有人知道包牌员工吗？知道的举手。哇，好，不错，好，请放一下。这个包牌员工，因为还有一些人不知道，意思说有某公司，他有一些员工合起来合资，他们去买乐透之类的那种威力彩，好，然后呢，他们就得了几亿，15亿，哇，然后这些员工呢就大家赶快辞职不干了，但是呢，在好像昨天吧，不是又瞄到一些消息，就是其中这几个人因为这个钱，然后就又开始在那边搞内斗，就说我应该这一张中的这一张是我买的我应该要拿的更多这样子。所以呢，不管是3倍券也好，或者是我们有说包牌这件事情，都很容易让我们的信仰进入到死亡交叉里面。我们其实上帝不只是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请黄信帮我们放在经文的段落。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其中有一个神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先知上帝常常会透过先知告诉旧约时代的人，有些事情你们要注意啦，不要再错下去了。那现在呢，上帝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会透过许多的事件来提醒我们，
有些事情你是不是落入了信仰上的死亡交叉？那我们这1、2个月在看撒母耳记，然后读到现在列王记，我们从撒母耳记会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好，我们也知道扫罗是大家在那边耍性子，硬要上帝设立的好，上帝给你的第一个扫罗。第二个呢，可是因为扫罗他最后失败嘛，然后上帝就高我们也很熟悉的大卫。好，大卫呢把以色列这个国家推向了最高点，因为他就常常去战争啊，跟四围的列邦去战争，然后呢都占领，然后呢他就把国势整个稳固下来。然后稳固下来之后，就到了列王记。我们现在在读列王记上卷。列王记上呢，一开始就说大卫年老了，人总是会老嘛，你再厉害也是会老。好，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我们也很熟悉的所罗门王坐上王位的时候，是以色列国势最强大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在看这1个礼拜的读经进度，就会发现，即便像所罗门，我们常说他是这么有智慧的王。他是这么依靠上帝的王，可是呢，当他正如日，就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他还是渐渐离开了上帝。他按照自己的私欲去做。在第11章、12章列王记上11章那边有讲到，他紧紧跟随的已经不是上帝了。他紧紧跟随的是自己，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他没有将他的父亲大卫那好的信仰传承下来。什么是好的信仰？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再好的信仰，我们人都是有限，都会软弱，我们会犯罪。好，大卫犯罪，他也犯罪。但是呢，大卫他犯罪之后，他怎么样？他悔改了嘛，他又回到上帝的面前。所罗门没有将这份好的信仰传承下去，最终导致了以色列这种大一统的王国走向分裂，走向失败。在今天的经文段落前面，今天12章，在这个段落的前面呢，有记载，当所罗门他将王位再交棒给他的孩子罗波安的时候，这个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孩子。罗波安他并没有用坚定的信仰来承接从他的祖父大卫到他的父亲所罗门这样子大一统的王国，他空有一个华丽的外表，就是重看不重用啊。好，这个王国这么的大，这么的富裕，可是因为他没有相称的那个信仰来承接，他没有相称的那个生命来承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包牌员工。你以为真的中大奖对你真的是好处吗？搞不好你就是落到死亡交叉了，你还不知道。那个贪欲、那个贪婪的欲望，马上整个被引发出来。所以罗波安他这个时候，他就是没有用坚定的信仰支撑他外在，他承接了这么富裕的王国。所以呢，后来在我们这几天的读经进度里面有讲到，罗波安有一些忠臣，他有一些事情他要做一个选择，然后有一些忠臣呢给他说，你应该怎样。可是另外呢，他又听信小人的谗言，说不用听那些人的啦，你应该这样。罗波安的心他比较倾向于那些人，所以呢，罗波安就不管这一些人，然后就听信谗言，因为那也是他自己比较喜欢想要的那个方向。因此，原本拥有12个支派所支持大一统的这个以色列王国呢，如今因着罗波安他错误的选择，导致这10个支派，另外有10个支派的人决定要脱离他。因为这个选择对这个10个支派来讲是一个悲剧，因为罗波安要让这个10个支派的人做更多的苦工，苦还要再更苦。他们罗波安完全不听他们的哀求，这样子。好，所以在12章的第20节有记载，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一个顺从大卫家的，就是除了犹大这个支派，没有要跟随罗波安的。
罗伯安的信仰跟他的王位进入这个死亡交叉，但是这个死亡交叉仍然换不回他的心。他拉不下这个脸，当这个10个支派已经蠢蠢欲动要离开他，这样子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他还是拉不下脸。他任由自己的欲望一直往上冲，他一错再错，他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把他失去的那一部分的势力再夺回来。于是到了今天的21节说，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总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这个经文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就是那10个支派，因为罗伯安不听他们的请求，这10个支派要脱离他。今天罗伯安他又却另外召集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支派，还有比较向他靠拢的一些便雅悯支派，总共18万大军啊，要怎么样？他要去攻打那脱离的10个支派。他意思是说，我要去修理你们，把你们打一顿之后呢，你就知道我的厉害，然后你们还会再回头过来，在我的统治底下。好，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思考到，当我们不断透过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透过许多的学习，当我们在堆叠我们的智慧跟才干的时候，当我们在许多的经验当中去经历、去厮杀。好，我们许多的工作，社会青年，在你们的职场上，你们会慢慢锻炼出你们的熟练度，甚至于你们在你们的公司或者做生意，在你们那边的影响，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也好。当我们在忙碌追求堆叠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疏忽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疏忽平常的灵修祷告。我们很容易把上帝的话忽略摆一边，想说我等我忙完了再说。可是我们永远没有忙完的时候，懂吗？我们永远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我们永远都没有忙完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警醒，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对上帝的话失去胃口，我们就会营养失调，我们的灵命就会营养失调，我们就会像罗伯安一样，只爱听自己爱听的话，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的信仰就跌入了一个死亡交叉的状态，就好像一个生重病的人，一个生病的人，我们容许放任自己身上有许多的维生系统。我们进去医院，如果说是急诊室，你可能会看到的维生系统大概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吊个点滴嘛。但是你被点滴绑着，你还多多少少你还可以稍微走动移动去上厕所。可是当你要装了更多的维生系统的时候，比如说它要测量你的血压，或者是心电图，或者等等，在加护病房里面的那些病人就缠得整个人根本没办法动啊，他根本没有办法动。可是一个生病的人，如果他一直不理会自己的病情，任由自己身上的维生系统越缠越多，也就是当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追求这些功名利益的时候，我们无非就是在自己的身上拼命的在加装维生系统。平常我们所仰赖的维生系统很多啊，好，我们需要被服务，因为我们平常工作都很累的嘛，出去不管干什么，我们消费就是要服务啊，就是要受到服务，受到尊荣 ，VIP 的尊荣，对不对？有在服务业的都知道啊，卑躬屈膝，好哈腰啊，怎样什么东西，客户说的都对啦，啊，客户说的都对，好，都不敢有半句怨言跟怒气都忍着，好，平常忍很久了，好，换我今天当消费者了，啊，可以吐一口怨气，好，这样，我们会这样子吗？好，那我们平常仰赖的维生系统还有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有房子啊。好，一定要有车子啊，而且房子还是要豪宅，然后车子呢，也不能太差，如果能够是跑车就更好。然后我们需要很多的掌声，需要很多的那个，
镁光灯一直投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个世上追逐的是非常多为了满足自身欲望的东西，然后我们渐渐的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可是这些东西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成为我们死死抓住的一个维生系统。我们放不掉，我们不敢放，我们也不敢切割。教会是一群生病的人聚集的地方，我们都不是健康的人，因为耶稣说，健康的不需要医生嘛。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健康的人。可是问题在于，不健康的人有生病的人也有分别啊。你是要让自己越来越健康，把那些维生系统越来越少，不受它的控制，还是你是一个就是这么下去了，我就是这么活了，我就是需要这些维生系统死抓着不放了。我们要哪一种人？牧师不是说要你们成为圣人，好像完全不能有维生系统，而是我们不能让自己跌入一个死亡交叉。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个点滴嘛，基本的嘛。好，但是点滴刚刚有讲到，它可以自由活动吗？我们即便生病的人有很多种嘛，有的可以自由活动，我们还是可以即便我们的心情不好，但是我们可以马上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继续服侍嘛，好，还是可以继续为主发光啊。可是有些人就是被那些维生系统搞得他完全失去自由。最近这几年来，有许多关于性骚扰跟性侵害的事件。牧师要在这里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会有性骚扰跟性侵害的这个事件发生。所以在不只是外教派，在我们长老教会本中也都有，因为都是人聚集的地方嘛。好，那在许多的相关研习的课程里面，我们就是为了要预防，甚至于避免教会里面可能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可是如果不幸发生了要怎么办？不幸发生了，很多时候有些教会会觉得啊没面子哎，怎么教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很没有见证，遮遮掩掩啊，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那个人真的是想太多了，其实那个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等等之类的，为的就是要隐藏这件事情，把它盖住，一手遮天。可是这样做真的是荣耀上帝的名了吗？当我们想要遮掩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落入了一个信仰上的死亡交叉。当我们想要遮掩问题的时候，就好像罗波安在事件发生之前，那个10个支派已经跟他哀求了，说拜托你让我们少做一点苦工。已经有一些声音跑出来了，但是罗波安视而不见。他没有做对的选择，他已经落入一个死亡交叉了，还没有做一个对的选择，他默许这件事情继续存在。然后当事件发生之后，就这个10个支派准备要脱离他的时候，或者我们讲说，当这个性侵害或者是性骚扰的事件已经发生的时候，然后又想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来遮盖、来压下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在这个事件发生，比如类似性骚扰或性侵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假公济私的，好像是要维护上帝的名声，好，然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就给它糊弄掉了。在信仰上，我们该怎么做？在信仰上，我们就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事件，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事件。像类似这样的事件，绝对不应该是个人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就好像我们在家里，如果某一个成员发生事情，其他的家庭成员都无法置身事外，也不应该置身事外。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认真面对、去调查、去处理，还给当事人双方一个公道，或者是还给人一个清白的时候，才是行公义、好言语。才是我们身为一个有限的罪人，在上帝面前该有谦卑的这个态度。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才真正可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当一个事件发生，我们要察觉我们所有
我们所看重的到底是个人的名声，还是上帝的心意？当一个事件发生，我们要警觉、察觉到自己是根据世界的法则来处理，还是信仰的法则。当罗波安他承接这个王位，却面临这个王国即将一分为二的危机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上帝给他的预告跟提醒。可惜的是，罗波安他跌入死亡交叉，不知道，他没有想要正视问题，对不对？刚才有讲到，他还想集结大军呢，他还想拉住那个维生系统，那10个支派。他紧抓着自己的自负与骄傲，他没有办法，他面子挂不住，如果就让他们这样子走了，他面子挂不住啊！所有的列国都在看，他自己的百姓也在看，怎么能受得了？就在他正准备集结大军，已经集结大军，也选了18万人要出征的时候，上帝再一次的出手。要为他设立停损点。好啊，你进入死亡交叉，你不知道，你还是要往下掉，我就再一次的给你设立一个停损点，就是不要再继续执迷不悟，继续的损失下去了。上帝就借由神人，也就是先知示玛雅，好，在今天的经文是22节这里，上帝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要对罗波安说什么呢？要说，你们不可以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这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罗波安，你放下吧，可以了，就让他们去吧。那10个支派要去，就让他们去吧。这事是出于上帝，上帝清楚的告诉罗波安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让他打消念头。感谢主哎。感谢主哎，还好罗波安这一次，我们不管罗波安之前怎样，之后怎样，但是至少这一次他愿意听上帝的话。我们有的头都已经洗下去了，大军都拣选好了18万人，哎，在拣选18万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一段时日吧。好，你今天呼吁拣选了18万大军，正要出征，然后现在回头说各回各家去吧，我们不打了。那不是我们讲一句话叫择孝哎，好，那18万大军会想说啊，你这个罗波安这个国王到底是干嘛？耍着我们玩的吗？但是罗波安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想，头虽然已经洗下去了，但是当上帝的话借由神人示玛雅给他的提醒的时候，罗波安在这个时候，至少他在这个时候，他打住了，他打消了那个念头。然后在24节后面就看到，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照着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命令就回去了。很多时候，上帝让一个事件发生，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要进行一项手术，也是上帝要为我们所设立的一个停损点，也是一个当我们进入死亡交叉的时候，上帝的提醒。一个事件的发生，通常是对我们个人来讲，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事件发生，是为了要让我们冷静，用上帝的话语好好的去思考，厘清一下现况。就好像我们在性别公益部的讨论里面呢，就有讲到说，怎么样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些举动除了行动、言语，还有眼神。牧师为什么走过来的手搭在黄信的肩膀上？在我们讨论许多案例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我们真的觉得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牧师这个动作，我的手搭在黄信的肩膀上好一会儿了，他可以告我性骚扰。性骚扰就是当他觉得我的眼神、行为、言语等等，让他有觉得不舒服，特别是有性暗示的那方面的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可以告你性骚扰，而这个是成立的。你不要告诉我说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不过就是大家今天有这么严重吗？我
告诉你就是这么严重。但是可以怎么做？拍拍他，这种拍 OK， 但是你搭在他身上太久，只是肩膀，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是不行的，在法律上是不行的。所以呢，很多事件其实不是有人要小题大做，而是在社会当中，在我们教会界当中已经发生许多这样子的案例，许多案例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要给我们提醒，不要再按着我们以前过去的认为、想象、价值观来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最近有青少期要夏令营，对不对？你在设计活动的时候，真的也要小心，因为我们有很多外面来的孩子。或许我们会觉得，教会里面的孩子大家都很熟啊，没那么严重啊。可是你怎么知道外面来的孩子怎么想呢？如果他回去告诉他的父亲，他父亲可以来告我们建成教会的某某青年对我们家的孩子性骚扰，那就吃不完兜着走了，那就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好，当我们进入死亡交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的那些维生系统越产越多的时候，上帝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开始进行手术，试图要挪去，要我们把那些我们自己割舍不掉嘛，啊，上帝自己帮我们斩断了，上帝会自己帮我们斩断，并且上帝会为我们安排，而且已经为我们安排一条重生的道路，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基督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替全人类斩断那不应该有的维生系统。回想耶稣基督的一生，他在服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学校，耶稣很强吧，对不对？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他的教导，许多人爱听。他医治，他手一伸就医治，就赶鬼。哇，这么多人跟随他，他的地位、他的成就、他的影响力，不得了哎！这就好像当我们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耶稣怎么做？上帝要他上十字架，他就顺服；上帝要他撇弃、割断、丢掉那些维生系统，他的那些光环的时候，他马上就丢弃了。他毫不眷恋。耶稣毫不眷恋，我们做得到吗？然后，耶稣的死与复活，当他复活以后，虽然他没有世上的这些光环，但是当他复活以后，他却坐在上帝的荣耀里，永永远远。耶稣的死跟复活见证了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进入到上帝的荣耀的，绝对不是我们世上的这些光环、这些维生系统，能够进入到上帝的荣耀里的，是我们这个人啊，是我们这个可以全心信靠、依赖上帝的这个人。今天是父亲节感恩礼拜。父亲这个名词对某些人来讲，或许是一生的重担，是痛苦，是羞愧的记号，是一个原本他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却被硬生生的剥夺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号。这样子的一个记号，在某些人这样子的人身上，就好像身上有个恶性肿瘤一样。也像个定时炸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父亲也是一个有限的人，他也是个不完全的人。他的身上或许也缠了许多的维生系统啊，他身不由己。但是，所以呢，因为他自己缠了很多维生系统，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父亲是绝对没有这些维生系统的，就是一位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的天父，我们所有人的天父。我们
定要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父亲都不完全，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病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他在我们身上动手术？当我们的身上的肿瘤、疾病要被我们的天父上帝切除的时候，我们能体贴他的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体贴他为父的心？然后我们用耶稣的爱去修复、去替代那一些空缺。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天父畅所欲言啊！想讲话就讲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对他发脾气，你也可以对他发脾气。你想安静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来打扰你。我们的天父是给我们这么大的自由度，这么大的自由空间。在我们学习独立渐渐长成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经历一些不如己意的现象跟创伤。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上帝，因为我们背后都有一位上帝在掌权。感谢主，上帝知道大家的可塑性都很高，所以在大家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社会青年跟青少期的孩子。上帝知道你们的可塑性高，就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就为你们动手术了，把你们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你们可以尝试着去摆脱那一些维生系统，用耶稣的爱自由地活下去。长大成熟绝对不是身体看起来高高壮壮的，而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成熟、更茁壮，是心灵上的强健。即使这个世界一直走向沉沦，一直走向崩坏，但在上帝的爱里必能安稳自在。这是为父的心，这是上帝为父的心。上帝是不是正在替你动手术？动手术很害怕，要进手术室的时候真的很害怕，非常多的害怕。做完手术也有许多的疼痛，你要去面对。但是这是上帝为父的心啊，因为他要把我们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切除掉。我们很不舍得那一些我们拥有的社会地位，那些光环，那些成就。但是上帝舍不得什么？上帝所舍不得的是我们这个人，是应该可以跟他进入永恒荣耀里的人。我们所舍不得的成就，我们根本带不走，它是短暂的，它是随时会崩坏的。但是我们这个可以跟着上帝进入永恒荣耀里的，却是不朽的。当我们不舍得这一些成就的时候，上帝不舍得我们这个人，所以呢，他会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我们动手术。我们是不是要更体贴上帝为父的心呢？切记，我们是枝子，上帝是葡萄树，枝子本来就是要连接于葡萄树，而不是连接于那些看起来好像对我们有益，却无法让我们自由的那些维生系统。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既慈爱怜悯，但是他也非常的严厉，他会敦促我们，甚至有时候会苛责我们，但是那都是天父为父的心。他在我们身上替我们动手术，我们要努力的在耶稣基督里恢复自由。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拔除那一些会控制我们、辖制我们的那些维生系统。弟兄姐妹，我们要呈现的是最真实的那一个我。有一个绘本，图画书绘本，叫做我突然忘了，那个就是有贴黑点点的，有一个小木人被贴了许多黑点点，世界上给他贴了许多标签，对，叫什么名字？你是唯一，我想起来了。
知道，我们是为上帝而活的，我们也是更是为着我们这个自己最真实的自己而活的。我们要活出最真实的自己，那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你就站在我的身旁。
感谢你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就是在你的恩典之中，在耶稣基督里。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摆脱世上的维生系统，都可以摘掉身上所有一切别人所给予你们的标签，活得自由，活得有丰富，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